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1第2场复赛节目开始，欢迎千面女郎许琼芳为你演唱《单薄人》啊。心爱伊一人，嘴唇嘴皮黄红，来到城里小别的时间，等阮离回航。赶快上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人愈多就愈闹热啦哈，所以呢，唔通互阮等无人，加油哦！耶！谢谢琼芳带来那么好听的歌曲，这个开场给我唱《等无人》啦哈，这个查某有影，哎呀，实在会气死啊！好，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又来到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林阿伯杯，那我们这一场呢是进行的第2场的复赛，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只有3场复赛，这是第2场。3场复赛之后，我们会从30位参赛者当中选出15位进入我们的半决赛。那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心存感激，感激谁呢？感激我们的 Mr. Lim Ah Boy， 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这一场比赛。
所以这个依惯例呢，我还是要请他出来讲几句话。来 ，Mr. Lim 阿 boy， 大家晚上好。哇，你好像越来越年轻哦。没有，跟着你们步伐。呀，对，你看，我穿破裤，伊也穿破裤了哦。呀，我顶5月看你穿破裤，拢一空值500、1000，我就找去破去几空的。哦，啊，你今仔出来，佫有啥物别灯啊？有，今日啊，哎那推那节目其中一个，掠着是上重要的啦。你是上重要一个人。嘿，佫加一个重要的人。什么人？伊17号生日。哦。因为我门牌啊17号，所以较讲起17号生日。这人是啥物人？就是。我的指导老师张雄，你的音乐老师张雄啊，对，17号生日，17号，那早几日该庆祝啊？是啦，早几日了哈。那早几日该庆祝。来，蛋糕出来，蛋糕。蛋糕。哇，水，哇，安尼这个寿星公爱请出来嘛？对。好，来张雄，哎，谢谢，哎呦，哇。你看林老板个咧庆生，是真的，谢谢林老板。你今年几岁啊？大家报告者哈。报告者，今年其实我嘛唔知我正家己几岁。腰围报一下腰围。腰围是34了。我昨暝嘛都听到叶慧声咧。哇，真少年啊。差不多在。会使做你囝。我歹势讲几岁啊？都真少。哟，昨暝我某嘛都讲起，这个后生囝啊。真正乖的后生仔，是。2、3点我拿咧前接。哇！啊，无你收伊做亏囝。新加坡迄阵安尼过来后生囝，真少了。有前途。谢。而且咱你这庆生你的老师咧，你鸡蛋糕而已哦。有蛋糕我就很满足了，很开心了。人生日啊，我头摆甲人讲句话，人生日，生日快乐。是。身体健康，对。今日我有一个，祝他一路发发，年轻有为啊！哇！1688，哇！给他这一次啊，有啥标？一路发发，谢谢，唱生日歌来，哎呀，谢谢。英文的好，唱华文的，英文的华文的。等一下。我们谢谢。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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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祝张雄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不好？一路发财，一定，拿了这个红包一定发。来，谢谢。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蜡烛，多了1岁啊！许愿。还没有许就先吹了。许愿。OK， 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平安啊，这是最重要的哈，天下太平啊。刚才你的生日，祝许琼芳生日快乐。来，他比我还开心呢。切蛋糕。OK， 来，意思要切一下哈。对。哇，切了就多了。OK， 谢谢琼芳，谢谢，真的谢谢，特别感谢我们的主办人哈。过少年了，这几位无问题。你都唔忙加，你会啊，直调你了啊。我减，你都唔忙加。你看你，蛋糕也是你送哈，红包也送了，那接下来应该圆圆满满，合唱一条歌。OK， 好不好？你们师徒2个合唱一首歌。OK， 好。今天爱唱坚持，福建我哋袂晓读。坚持啦，坚持。对，我接班人啊，我接班人来人。伊话讲你唱这条歌上适合了，头家。你唱这条歌上甘你的人生了。对。我甲讲，可能唱袂去。你的接班人。我唱袂去。我唱所有观众听。
呀，叫我的接班人，希望他坚持，坚持，坚持送给他的生意，坚持的做下去。对，好，发扬光大。谢谢，好不好？来 ，Thank you。来，坚持。我笑啥？你笑啥鬼？好，我为那做的笑，无不对。来，我们再次来个掌声给我们的主办人 Mr. Lima Boy， 谢谢谢谢。头前的路，不知我长多年苦，看袂着，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流。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有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守住阮的命。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分享，帮我们按赞。头前的路，不知偌长偌年苦，行袂着，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流，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成功的背后，不知有偌多苦楚。阮选择的路，一定坚持到成功。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惊失败，慢慢向前行。有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守住阮的命。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着好命。阮是用命在打拼，不惊失败，慢慢向前行。有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守住阮的命。坚持送给我们所有每位在线上看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坚持啊！谢谢，希望大家都会坚持。谢谢，真的，今天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谢谢你陪我唱，谢谢。没有，歌啊，应该的。我是尽量唱啊，他唱不完的，可以的啦，没问题。啊，信心满满的把它唱完了，对不对？谢谢，真的谢谢。来一下给我们的节目主持斌哥，谢谢林老板还有张雄带来这首满满正能量的歌曲《坚持》，不是啦，坚持哦，坚持跟坚持是不相啊。好，那么唱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要展开我们第2场复赛了。各位朋友，我们的这一次的全国闽南语线上大赛呢，可以说是水准非常的高，每一位呢都唱得很棒啊，而且各有各的风格啊，有一些演歌风格，有些流行风格
啊，有一些有按摩的风格啊，所以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但是非常有看头啊。那么在他们出场之前，当然我们有2位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的评审啊，那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因为这个来到复赛呢，要打分就更难了，因为30位要去掉一半，所以他们的身负重任。来，我们来介绍一下2位都是舞台上的这个多方面这个多功能多元化的艺人，来浩浩跟许琼芳。嗨，建明大哥好，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很快又来到星期一的时间了，哇哦！我这几天呢，在我的店里面都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在追什么？在追那个福建歌、闽南语歌的歌唱比赛耶！哇，所以我就觉得哇，好与有荣焉哦。对，所以很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鼓励。那当然，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参赛选手我会以这个稳定度啦，还有呢他们的这个情感啊或者咬字方面，会着重在这个地方哦，加油！是的，是的，浩浩说的真的很棒哈。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他们好后悔哦，他们有电话来说，哎呀，早知道。天下没有早知道的啦。他说我也要来参加，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掀起很大的波动哦，很多人喜欢，因为闽南语福建歌有影真正好听。是，所以还是请了我们线上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评分哦，谢谢大家。是的，是的，整体还有呢层次。那今天我是这样觉得啦，他们的分数都很接近，可能0.1到0.5不等。那我们怎么办呢？2个人就来以这个他们的台风啦，还有呢服装来加减，这样好不好？好的，那么你们爱怎么打分，你们怎么打，关我什么事啊？那是你们的事 ，OK？ 你们2位是辛苦了，OK，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就是要推广福建歌曲的文化，因为新加坡福建人真多我们很多祖先都是来自这个中国南方这个福建省的那么在新加坡也有很多福建的会馆我想呢，推广这个福建文化也是一种重任那因为我们平常在 Hawker Center 啦，在咖啡店啦，讲福建话也真多，对不对？所以我想看这个福建歌比赛也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一下，好不好？帮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么高水准的闽南语歌唱比赛。好的，第1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大赛的第2场复赛，现在马上开始，欢迎编号1的参赛者徐美钻。大家好，我是编号1徐美钻，今天要为你们唱的歌是想起迄东西。裁判老师，大家好，谢谢。想
美钻你好，这边大家好。后面还露2手，还会摇来摇去，够不会派哈？呀，你随风，随着音乐而摆动。哎，我觉得你好喜欢唱歌。是的。哦，就爱唱歌。就爱唱歌。几岁就start唱歌咧？我从细汉都爱看歌戏啊。哦。我爱看歌戏啊，我都爱唱福建歌。哦，啊，你歌戏会晓？歌戏会1、2句会使啦。好来，学2句就好。2句。我心骑白马啊，走3关，心情所以哦，花中原。哇，你看，你的面积太大了，动一动就要出镜了。靠过来一点，靠过来右边一点哦。因为1米距离。整个要出镜了，你。这个好笑，就喝酒。你是有不断的填海是吗？哦，这样欢喜就欢喜了。但是我跟你查某囝就不时有同台了哈，跟你就较无见面。不过你们都很有艺术细胞啊！感谢，谢谢。妈妈歌唱的的确很棒，谢谢。希望你有机会入半决赛了啊！好，感谢，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老师辛苦了 ，Thank you， 谢谢裁判老师，谢谢。好，所以人不可貌相，你看美钻哦，哇，一粒跟他球的，歌个唱得袂歹，好，接下来。我们要请编号2出场，欢迎这个73岁，哇，73岁嘞，我来编哦，但是他外形看不出来，有点像37岁，林双星，谢谢。我是林双星，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叶启田的《书包的形象》，谢谢。念无讲也无交代，你要着我走天涯。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枉费咱3年的熟识。当初是我。多情来失败，为你牺牲，为着咱将来，无着满目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阮流着无几个目屎。永远对你真思海。你不应该，点点无讲也无交代。走天涯，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枉费咱3年的熟识。当初是我多情来失败，为你牺牲，为着咱将来。满目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阮流着无几
做人心愿留着不归的目屎，永远对你深似海。谢谢。来1米距离，哇，大哥你好。你好，啊，我称呼你大哥哦，因为你比我大嘛。对。但你保养了袂歹，哇，你声阁真结啊，吼，中气很足。你是食什么补啦？无啊，有时没有在晚上不迟睡，不迟睡啊，7点就睡了。没有9点10点。啊，9点10点。啊，要有每天要规律这样。哦，还有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吗？没有啊，没有，老了，那是夫妻生活。无老了，嘛老翁老某嘛是会使哦，这个谈情说爱啊，哦，这个啊，我看你袂歹，保养了袂歹，哦，有运动不？没有运动，没有运动，没有运动，无运动，没有运动。一个人去行路啊，有啦，有时坐公车走路就有了。现在退休了啦，退休了，退休了，做一点点工作了，觉得你还不错，保养的，你看73岁皮肤还是 good 的，哦呀，所以这个很好很好，活跃乐龄，对，而且还能来参加这个比赛，对，而且不怕跟那种30多岁的拼着的，不怕，18岁我都不怕，呀，18，真的要唱歌嘛，呀，对，唱歌对身体很好嘛，是啊，我每天在家里。在练歌，在唱歌。我每天都练歌啊，所以4点多。你很有自信，很有信心的哦，唱歌真窄啊，你看哦，希望你的半决赛，好不好？呀啊，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了。OK 了，好 cancel 他了。OK， 啊，这个没有信心。不过30位选15位，的确也是。不容易，对，要进入半决赛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进入大决赛就更是非常难的事。对。不过非常谢谢你来参加，因为愿意参加这种精神呢，哦，对，无惊输的精神，无惊输，啊，输就输嘛，不要紧嘛，哦，第2届过来嘛，跋倒个爬起来就好了，莫着伤，莫落滚出就好了。对啦，我头先看你唱歌，觉得脚有咧准。没有，我每次唱歌都是这样的。是这样，每次唱歌。不是紧张。不是，每次唱歌我是这样。脚一定要准的。没有，我每次唱歌都是这样的。奇怪，我看你右脚一直在准的。每次这样的。哦，每次这样。不是有电话来？没有。老婆找你？没有。好，杨双星啊，林双星，念错以为林了林，林伤心，双星啊，是伤心的哈。好，谢谢你哈。OK， 希望你能够进入半决赛。谢谢。感谢。看到这个73岁的林双星啊，我非常佩服啊。我主持这个黄金年华这10多年来。后面这5、6年越来越少这种70多岁的来比，因为他们是觉得，哎呀，那50多岁的我们比不过他了，比不过也可以比啊，对不对？就是你走到哪一圈而已嘛。所以这种心态呢，要健康一点哈，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年纪大怎么样？对，我有经验，我的歌曲有感情，我赢过你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大家要学习73岁的。林双星的精神啊！来，接下来我们欢迎编号3蔡慧芳。Hello， 大家好，我是编号3的蔡慧芳。今天呢要带来一首曾心梅的《提供听公人》送给大家。感情无必要打扮，分心做平平凡凡，爱是一心的希望，有该亲密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
信天公望会听讲啊，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天边可人。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啦，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张票，只要有你听到，会当予我相信世界上水的人。感情无必要等待，阮是做平平凡凡，爱心有心的希望，有感情咪着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牺牲别人的爱，爱恨温暖的世界。用真心来相待，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我永永远远陪到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望会听讲啦，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是天边可留，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啦，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张票，只要有你听到，会当予我相信世界上水的人。相信天公望会听讲啦。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天边可留。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啦，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张票，只要有你听到，会当予我相信世界上水的人。慧芳 Hello，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知道慧芳算是我们参赛者当中比较年轻的哦，三字马路，三头，头先迄是七头的，剃头。你三头边会赢七头无？ I try my best 啦。哎，老人家很有感情的，对对经验丰富。所以我唱开心的歌。呀，所以唱开心。对呀，这个慧芳很喜欢唱福建歌吗？以前小时候就听爸爸妈妈他们开那个歌，然后就听。But after that 长大就没什么机会，就一直听华文歌。为什么这一次会来参加福建歌比赛呢？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很想唱福建歌，只不过没有机会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就都在唱华文歌。然后看到福建歌，哇 ，try， 我一定要尝试。机会来了，对，抓住啊！没错。你觉得你有机会进半决赛吗？希望，希望啊，希望。希望谁可以帮你 ？Hello。不要看他们不看他们，你看谁？你希望天公天公对，只有天公会给你倒卡手，我跟你讲，你莫看评判啊。对。评判是包青天了，公正无私。是，没错。好，你到哪里就是哪里，能进就是能进，好不好？好。不过这一次来比赛，互相跟歌手切磋歌艺，也是一种进步。是的。好，祝你好运。谢谢了。谢谢慧芳。拜拜。哎，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初赛没有时间访问。现在有访问，就了解一些歌手的背景，他们为什么会来，
他们的动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哦。所以你看，小时候唱，后来长大了没机会唱，现在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比赛，哇，把握机会啊！我也希望他能进入到大决赛啊。OK， 接着下来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位啊，这个6字头的啊，编号是林德水先生。谢谢大哥，谢谢。Hello，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评审好，老师好。我是编号4的林德水，今天我要唱的是《千万声不应该》。来到了这个复赛哈，大家拢有淡薄压力，有没有压力？有一点。我觉得你唱得很好的，不过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哦，有淡薄诶，安尼。无够困哈？无够困。啊，饲一只狗啦，无够困。饲一只狗就有通困啊，无够困。无够困。安怎昨暝困袂落？
今仔日要比赛，哦，昨暝就袂困啊，昨暝较晚困啊，较晚困啊，哦，这热搏，啊。OK， 好，那我们的歌唱比赛，其实呢，歌手要注意，就是这一段时间都要注意你的饮食哦，袂使食个咸啊，爱睡眠要够，状态要在最佳的状态啊，来面对这个，尤其是到了大决赛，更是不可小觑哈，应该要很小心啊。但是你今仔日这个表现，你觉得你有机会进入半决赛吗？不知道，靠天空啊，天公啦，偷听到啊，靠，看天公要不要给你保庇啦。OK， 大家嘛安尼讲的靠天公，不要紧哈，这个能进就进，不能进就是一场体验嘛。对。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够在半决赛可以看到你。好，谢谢，好不好？好，感谢。 OK， 谢谢。谢谢。林得水啊，这个如鱼得水啊，他的名很好听呀。希望他真的是能够进啊。当然，我们进圈都是凭实力的啊，没有说凭运气的啊。这个每一句、每一首歌唱出来，到什么康展、什么 level， 我们的评判是眼睛是雪亮的。问问看啊，唱了4个了哈。呀，许美传、林双星、蔡慧芳、林得水，好了，来。 浩，你讲一下哪一个表现的比较好？目前我觉得，刚刚觉得第一位的表现还不错，美传，对，很稳，是因为他，然后而且他又是唱第一个的，可以表现的这么稳哦，稳定度很够，够肥嘛，够斤两，所以唱的还不错。然后刚刚的第3位的他很会挑歌，很会选歌，因为我知道他上次我们的初赛的时候他还唱比较慢歌，那这次他就让评审可能感觉比较不一样，唱比较轻松一点的歌。那刚刚呢这位大哥呢，这个得水大哥可能今天稍紧张了一下。 然后可能他的今天的稳定度没有那么好，对，然后有一点今天可能他唱法有点太油了一下，对，一般他的音质跟他的技巧是很厉害的，对。好，琼芳呢？你觉得？是的，浩浩跟我差不多嘞，这种感觉跟那个真的很认真的听歌，是美传真的是不错，因为它够稳重，而且呢，台风。 Very good， 很自然，非常的自然，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不错。刚刚4号就是得水哈，得水斌哥有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要保持最佳状态，对不对？ Yeah. 所以歌唱比赛当然是以歌为主啦，但是我是觉得运气本是爱有淡薄，想就能分啦。如果你自己不去练气的话，然后你没有注重睡眠的话，就影响当天的表演。就好像今天晚上你表现不就是会差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空还是要去运动练气一下。好的，身体要在最佳的状态哈，因为我们唱歌要用气的嘛哈，所以如果你睡不好的话，气不足呀，就会有点身体疲累的状态下就表现不出来啊。 OK， 好，这个是经验之谈了啊，谢谢2位评判的讲解。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编号5的林欣婷。谢谢，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评审老师好，我是5号的欣婷，将带来一首董翊君的歌曲《我的当太利》，谢谢。 别
才袂去转达伊，毋茫传来你的消息。伤心你会搁转来，我去等待你，望你千里万里也愿意。我若生命到这时，我嘛无所谓，我会化作天星云在随风飞落去，留下甜美美丽的空气。想起你牵阮的手，像要阮飞过去，想要人为你。想着来到约会的港边，海就永远孤单后几年。敢是同款的心情，才袂去转达伊，毋茫传来你的消息。伤心你会搁转来，我去等待你，望你千里万里也愿意。我若生命到这时，我嘛无所谓，我会化作天星相信你会搁转来，我会等待你，望你千里万里也愿意。我若生命到这时，我嘛无所谓，我会化作天星予哎，欣婷你好。哎，金明大哥你好。对啊，这个欣婷呢是很敢于挑战的一个人哈。我看到去黄金年华比赛哈，这一次的闽南语你也来比赛。哎，是。哈，因为本身就是个老师，但是他也不怕，没有得失心啊，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态度了。谢谢。呀，但是有人会批评说，哎呀，你要来不要紧，这个是不要管人家怎么说，对不对？呀，你是以你的歌艺来跟大家切磋哈，这没有什么错的，对不对？感谢。呀，所以你今天我发现啊，这一场复赛哦，大家都很紧张，啊，大家紧张什么？都还没有到大决赛，是不是没有唱不惯 one man solo 是吗？啊，对，因为他那边是要空音镜，所以那边就有点不习惯，有点小危险。不，没有关系了，小瑕疵哈，就看评判下手重还是不重啊？不好意思。OK 啊，琼芳姐有什么话讲？琼芳姐你好。
OK， 虽然是一个小失误啦，不过我蛮喜欢他的声音的。谢谢。因为他的咬字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唱每一句每一字，我都可以听到你这样唱什么，而且呢蛮有感情的，那感情很投入。是啊，就是那个中间那个部分呢，小失误。扣一点点分了，好不好？感谢，感谢，感谢。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可以下次可以看到欣婷，如果有机会可以进的话，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不一样的曲风。好，因为我记得你上次是唱黑北咖，对不对？黑北咖，对。然后觉得，所以他的曲风都差不多，所以我想要看到你的是有不一样的曲风，然后展现不一样的情感。那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再更内化一点点，你唱出来的感觉会更好。因为我现在有看到只有你的皮。你的肉在唱，我希望从你的骨髓里面唱出来。OK，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如果骨髓不够，我可以捐一点给你。所以这个是要看整体的表现，对不对？谢谢。整体表现有一些小瑕疵，如果说扣一点分，但是你其他的部分，如果你够强的话，机会还是有。对不对？感谢，感谢，不是说一定完蛋了哈。OK， 来，谢谢您，谢谢，谢谢。好，那么谁没有失误啊？哎，从1号到5号，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失误。那这一次的歌唱比赛，我们再一次要感谢我们的大恩人林阿伯先生呀，他赞助这个整个经费，包括了奖金，对不对？冠军3888。亚军2888，那么季军是1888。那这个安慰奖7份是每个人200块，对不对？后来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 Ron 他又赞助多200，所以就是说安慰奖的7位呢，每个人可以得到400块的现金奖。那么除此之外，要谢谢丢兴的老板呀 Jackson 啊，张养兴，那都是张养兴 PBM， 他赞助我们冠亚季军的丢兴的卡拉 OK 器材呀3份呀。那同时 My Digital Lock 的老板除了刚才加码安慰奖的200块7份之外，那么冠亚季军也可以获得 My Digital Lock 数码锁的这个装置啊，各一个。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谢谢另外一位赞助商，他今天也来到现场，潘秀霞老师，我们的国际饮食专家，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自然疗愈师哈，狼来卖不来。狼来卖不来，人家春来人不来，你人来卖没来哈。OK， 啊、谢谢潘秀霞老师哈。呀，那潘秀霞老师今天那个产品呢，我们把它带来看一下。您赞助的就是冠亚季军各1台钛合磁健康水仪。那这个钛合磁健康水仪呢，就是对人体的很多亚健康呢，可以有很大的帮助。是我们本身我们。喝水是很重要的，每天都要好水，小分子的水才能够让细胞直接指引的水。是，所以你这个经过钛合磁健康水仪，这个3分钟共振出来的水，水的分子变小，很容易被细胞吸收，就可以改善我们的亚健康，改善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一些毒素、肮脏的东西都排出去，又可以帮助我们输送氧气、养分到我们各个器官去修复。这个很重要，对，很重要。那所以你看，潘老师在1年前跟1年后，他喝了这个钛合磁健康水仪出来的水，他整个脸呢，哇，又亮又白又嫩，对，3大好处，又亮又白又嫩，是，而且瘦了，也瘦了3公斤。那就是那个多余的脂肪，都被排出去，的呀。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帮助了很多各方面，我们这里就不便加以详细的说明。是的。那今天潘老师来到现场，
除了赞助我们这个太阳池水鱼3份之外，他还要送水给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呢。是，上个礼拜有很多人来拿这个水啊，我们免费的送2瓶1.5 ml 的啊，然后这个是喷脸的，喷脸肤的哈。是，对对。我一天都喷几百次。所以你的脸很亮啊。真的很亮哈。对对。哎呀，所以这个是免费送的。是。你只要打进来 WhatsApp 进来。啊 ，JB， 它的promo code 是 JB48，然后呢就是938687783，938687783，前面你打 JB48，然后你的名字，是，好不好？那么潘老师就会安排跟您有个约会。是的，那如果是可以的话，来您的这个星期六我们免费的教课。是养生课嘛，你也可以来上课，免费的上课。免费的，我没有听错哦。免费。养生课半点钟免费耶。啊，对，还有送这个水。再送水给你。对。哇，这个太好了。我也要先报名，因为那天昨天的人数很多，我们就把它分这2班的。是，所以要报名哦，赶快 WhatsApp 进来938687783，然后你的名字。哦，然后你说我要水，还有跟潘老师约会，对，潘老师就会跟你回电，好不好？呀，非常难得的，再次谢谢潘秀霞老师，谢谢彬哥，感恩哦，感谢。好，那么我们全场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 Elvin 老师的，非常辛苦哈，他要彩排，要现场，哇，真的是这场比赛如果没有他，我们也是办不成了，哦。呀，是，但是当然新加坡不是只有他一个 keyboard player 了，是说他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别人呢？是因为他技术好，第二他认真，第三没给搞，青菜，有时候没有给他钱他也 OK 的，好，所以这样的人就活到顶，哦。到底，但是我们也不会欺负人了，什么没有给他钱，开玩笑的啦，来，我们林阿波先生呢，哇，见一次打一次，不是见一次给一次，哇，这个非常感恩我们的 Elvin 老师哈，来，接着下来我们欢迎编号6陈宝达。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2位评审，晚上好。我是编号6，陈宝达。我要唱的歌曲是《手中情》，手中情。谢谢。闪避所有的忧愁，我会用我的人生答应你的希望甲要求，予你永远是我上水的新娘。弯道会是日头甲月亮，无人会当强迫我离开伊身躯，无人会当代替我听你的心事。无论时间爱偌久，任何苦也甘愿受。无论
的风雨。出的温柔，做一个手，予我闪避所有的忧愁。我会用我的人生，答应你的希望甲要求，予你永远是我上水的新娘。愿赌的是日头甲月亮。无人会当强迫我离开身躯，无人会当代替我听你的心事。无论时间爱偌久，任何苦也甘愿受。无论命运变怎样，我永远不放弃。我淡目睭，我会用我的手，为你阻挡无情的风雨。无人会当强迫我离开身躯，无人会当代替我听你的心事。无论时间任何苦也甘愿受，无论命运变怎样，我永远不放手。不甘予你为我淡目睭，我会用我的手，为你阻挡无情的风雨。宝达你好，你好，天明大哥。哇，真稳了哈，真有杀气啊有啊！哇，唱了跟那职业歌手呢哈。坦白讲，你是不是职业歌手？我是业余的啦，业余的。要爱唱歌，我知道你非常爱唱，尤其是福建歌。对对对啊。你也有要参加黄金年华吗？有啊，那时候15年吧。进到哪一圈了？我忘了。进到决赛。有到决赛了，有到决赛了，拿了第2了，亚军，亚军了，对，哇，这样看你的情形，应该这一次应该也会进到决赛，希望有把握吗？有把握，尽量啊，尽量了，要考验我自己了，考验自己，对，要不要靠一点天公？天公常常爱你转起来拜拜啊，拜天公啊，拜有保庇啊。那天公是听讲人的，你有够讲我无讲真讲啦，不是真正讲啦。是，我们觉得宝达是非常稳的。浩浩，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这一首歌？我觉得他一看就知道他有身经百战过。对。那今天这一首歌的稍微再给你一点小建议，希望你在A 段、B 段，然后后来的副歌部分稍微再把它有层次一点点，我觉得会更好听。因为你一开始就很冲，然后冲到后来好像快有一点心有余力不足了那种感觉。对，所以我稍微3段把它分一下层次，我觉得会更好。好的。其他的。身高啊，帅气啊，这个都够了啦。是，对。你讲身高是什么意思？你不可以提别的没？外形 OK，对，很好，对。OK， 我是觉得啦，唱歌爱放爱收，对吧？伊是隆重放，放甲了，伊唔是干那隆重放，是放甲了。逐工嘛咧放。所以气啊，哇，这嘟直去。有时候有一些地方要收一点，就是收放要自如。我听你唱歌，我有淡薄艰苦，你你看，我退你安尼直直安尼款啦，所以就是今天
放太多了。是，好的，谢谢老师。请评判呢，奖评主要就是你可以吸收哈，对，可以改进的，可以改进，可以进步。如果有机会进半决赛，可能又可以升多一个 level， 对不对？是的，有收有放，好不好 ？OK， 好，谢谢宝达，谢谢。所以这个唱歌真的是这样啊，轻重急缓啊，有大小声呀。不是一味的冲啊，那是比赛啊。这个到了大决赛就不够深度了呀，可能复赛还可以呀。只要你的技巧、音准、节奏都 OK 的话，可能你还有机会进。但是如果来到大决赛还是那冲，可能就不会在3甲之内。好 ，OK， 来，接下来我们就欢迎编号7韩国大妈。洪丽华，大家晚上好，两位评审好，艾文辛苦了。sorry 我的歌是《跨海大桥》。丽华记啊，你好，真好，好。
啊，我介绍你无亲无难啊。韩国大妈咧。啊对啊对啊。诶，真侪人有讲你像韩国人无？啊，我无听到咧。无听。我无听，我今日才听到你讲咧。我感觉你有迄韩国面。哦，你看啦，你看我来学韩国歌了。对对对。OK。韩国话，阿妞哈西哟。哦，阿尼亚西哟。哦。阿里嘎多。沙人嘿。沙人嘿，我袂晓咧。沙坑嘿啦。哦，沙坑嘿无啦，我无沙坑嘿啦。我是头一把嘿啦。哦，你个袂，我今日个穿了怪怪的呢。哎呀，怪怪啊！我听你的话去拢总袂信的咧。啊，袂信的哦。啊，把你一个物件一句话尔。人。啊，我的人。无啦，久啦。久啦，变久了啦。50多年了。无啦，60年了啦。60年了，看袂出的哦。看袂出啦。真够保养啊。啊，袂啦，有爱是爱，加减会清楚啦。是啦是啦。啊，咱安怎头毛安尼两边翘翘的？啊，我挑工的啦。啊，无你莫来注意。哦，你搁真够讲话，我讲一句，你甲吐3句。袂啦，这是礼尚往来呢。嘿，好。咱问看卖，我人会这个评判哦，看你今仔日唱了啥款。哎呦，你这高追了，好可爱哟！他这个不进圈的话，太可惜了，因为娱乐效果又好。其实说实话，他唱的真的不错。谢谢。我有感动呢，我那款感受到吼，啊，你安尼唱歌吼，我有享受到。多谢。紧张无？伊袂紧张。袂啦。袂啦。伊根本一点紧张都无，栽甲好。哇，这啥？迄来用super glue 粘掉咯，栽啦，袂摇啦。丽华姐今天的唱法我蛮喜欢的，因为虽然她是有一点小演歌式的，而且我觉得她唱的不油腻，然后呢也是唱的非常的这个干净，然后技巧，然后你又听得出还没有受过污染的感觉，不会过火。对，然后听得刚刚好，那回去的时候假音再加强一点点。OK。对，然后最后那一句呢，跨海叫那个跨海，把它敢给它唱出来。OK。免惊。假假计的球啦。啊，对，计的球。我今日是要举一卡桶来浸水，装储涨水。咩啊？啊，煞袂记去。哦。阿爸会加神啊。OK。60岁了，安尼紧着物件都袂记啊。哎呀，你唔知影，爱化妆，爱穿衫，连个爱带一项，带一项，真多物件咧。你会记的，我是你古拜的男朋友。啊是啊，我就是会记的咯。这条你就记条条。我就是来找你咧。哦，这代志你就记条条。咱稍唱完了，咱来去食饭。好。OK。敢若食饭了咩？你讲啦吼。好啦，咱慢慢再讲哈。好。我打电话给你。OK，好，感谢，多谢。哇，跨海大桥，你看你怪歌哈，他也选得到哈，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嘞，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福建歌，跨海大桥啊。好，接下来要欢迎编号8卓天成。谢谢，大家好，两位评审好，老师好。哦，我要唱的歌是今夜又搁想起你。我念海到夜天边，我也是等无你的消息。又搁想起你，一杯烧酒心着醉，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路边灯火闪闪烁，看着别人人作对。我
愿经过几年，我念海角也天边，我也是等无你的消息。今夜又搁想起你，一杯烧酒心着醉，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路边灯火闪闪时，看着别人人做对，就我是一个人有啥人会当予我又搁想起你，一杯烧酒心着醉，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路边灯火闪闪时，看着别人人做对，就我是一个人。天神你好，哇，唱到铿锵有力，声泪俱下，哇，真的是哈，很引人入胜啊，你的歌曲哈呀，这个唱歌比赛有多少年的经验呢？比赛没有了呀，在外面以前比那个新秀的呀，比那个新秀100的128的，都拿第2名了。哦，最后才拿第2名。哦，我看你很老教嘞，真正老教嘞。哦，老教。刚才你夜总会唱歌的歌手啊呢，是不惜有咧唱了，不敢当，不敢当啊！一直在家里唱，对，都没有什么紧张嘞，看你啊。有啊，哪里会不紧张？OK， 好，对，唱得不错啊，希望谢谢。你有机会可以进入半决赛。也谢谢老师的配合呀，也谢谢，好，谢谢天成，谢谢。好，那剩下2位歌手还没有出场啊，在这里我们听到每一位的演唱，我们都非常感动，他们都很用心，而且都就是说有一种期待，一种欲望呀，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们最好的一面。那我们这一次的举办这样的一个歌唱比赛，我觉得可以满足了很多喜好闽南语歌曲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哈，达成他们的心愿。OK， 好，接着下来我们欢迎编号9的贺慧冰。2位评审老师，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编号9的贺慧冰，今天带来一首林珊的《写相思》，谢谢。
也是痴，事是要行嘛找无地址。爱你是笑也是悲，爱你爱到难分难离，思念的悲，闻着泪，写满想你的一年年。唱下来觉得怎么样？我们这个舞台非常享受，非常享受。对，因为其实就是朋友介绍我过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说要准备5首歌，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编排这5首歌，来唱出一些女人的心声。所以我的第1首歌呢，就是《女人的希望》，就是一心的伴，大家都希望有一心的伴。那么再来呢，有些女人就必须会碰到一些失望的问题，感情已经空，然后感情已经空怎么办呢？我们就瞎休息咯，没办法，就苦苦等待这样子。哇！那其他两个，那么我们就留着下回分享。参加一个歌唱比赛都有这样的策略哦，非常有计谋的一个人。我是计谋。哇，这参加这比赛不能一系列带来怎么样的这个哈？因为我是幼儿教育工作者，所以我都是需要编排一些课程嘛。所以同样的，不论什么事情，我都必须要编排。有计划。不论能够达到终点还是否，不是就是走一步看一步那种。对，就是这样。都是有周详的计划。尽量。计划打进大决赛，有没有？没有，就编排而已。编排呀，我自己编排没有用，对不对？你要有野心，对不对？要找名师跟你雕歌，有没有？有没有找老师跟你雕歌？没有哦，自己雕哦。自己靠耳朵。OK， 那我们就是听。所以你的水平能不能打进大决赛呢？来，好好给他一点意见。难怪他在唱的时候，感觉听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再听到说，原来他是有编排的感觉，我就在想，上一次他唱的感觉跟这一次唱的感觉还稍稍有点不一样。那这一次我有感觉到你有在设定一个人，就是在唱给你听的，所以我相信观众应该可以收得到这个你的讯息，对，然后你的情感唱非常十足。然后呢，有一些音准稍微有就会飘一点点这样子而已。其他的我觉得，你的设定跟你的投射的情感非常好。谢谢老师，谢谢。好，那就琼芳有意见吗？不错，很好。有野心是对的，有梦想哈，梦想你才会成真嘛，对不对？而且它是一步一步的来哦。拢总有的设计啊，你看。设计。哇，我望尘莫及嘞，我应该向你学习耶。他真的，但是他呢不错，他呢听起来就是舒服，可是高音的时候还要加强一点点吧。有点好像有一点点感觉到上不去的感觉。整体真的是不错。OK， 谢谢老师，谢谢。幼教的老师从事教育工作啊，他要对待歌唱比赛也是比较严肃一点的哈，也是有计划，一步一步来，非常好呀。谢谢你啊！你的经验也可以让其他的参赛者作为一个借鉴啊！希望在半决赛可以看到你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OK， 这场复赛呢，我们来到最后一位参赛者啦。那么这个最后一位参赛者呢，你听他唱歌，你一定很放松的，因为他的名叫轻松，黄轻松。你听了就轻松哎，好，来，我们掌声欢迎编号10的黄轻松。谢谢。大家好，我是编号10的黄轻松，我要带来翁立友的《自由自在》。
我想要将家己的心放乎自由自在的飞，我想要不顾一切，将咱过去弹落海底。爱过的是一场空，甘愿当作是一场梦。我明明知有头无尾，偏偏感情放遐尼多，如今不知要如何挽回。无情的人讲无了的酒话，痴情的人啉伤心的酒杯。爱你的心肝，予你拍卖，欠你的甘是我的前世。手若放袂开，愈欠是愈多。意外的人讲寂寞是苦做，单纯的人讲伤心是自罪。讲我袂当搁自由自在过。我想要将家己的心放乎自由自在的飞，我想要不顾一切，将咱过去弹落海底。爱过的是一场空，甘愿当作是一场梦。我明明知有头无尾，偏偏感情放遐尼多，如今不知要如何挽回。无情的人讲无了的酒话，痴情的人啉伤心的酒杯。爱你的心肝，予你拍卖，欠你的甘是我的前世。手若放袂开，愈欠是愈多。意外的人讲寂寞是苦做，单纯的人讲伤心是自罪。讲我袂当搁自由自在过，无情的人讲无了的酒话，痴情的人啉伤心的酒杯。爱你的心肝，予你拍卖，欠你的甘是我的前世。手若放袂开，愈欠是愈多。意外的人讲寂寞是苦做，单纯的人讲伤心是自罪。敢讲我袂当搁自由自在过。谢谢。哎，谢谢轻松。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很轻松的唱完了。哦，啊，会紧张袂？头先会紧张。会啊，淡薄。会啊，淡。真久无唱歌了。哇，我觉得最近你拢买真侪新衫吼。哦，是哦。这拢是老板娘嘛讲用，真侪人去到买。哦，有影。啊。哇，这哇。歌唱老师啊，什么人拢哇，这 bling bling 的。安尼爱200块。无啦，偏偏呀，偏偏啊，价格公道。呀，所以这个外形很重要啊，他非常尊重我们这个舞台啊，穿得很漂亮呀。哎，老师来讲评一下好不好？觉得他唱的怎么样？他优点在哪里？优点哦，哎，我印象深刻啊！我看到他就想起我爸爸了。他这个衣服啊，就是我们大概是80多年的时候啊，就最流行这种衣服。他很淡定的，我喜欢他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他唱歌哦，腹腔、哦鼻腔，还有呢喉腔，他都有很均衡，家己个清楚。哎，你有影袂歹的。谢谢老师。轻松大哥，我对他的本身，他的声音本来就比较厚实一点呢，很有磁性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唱这个 slow rock 的，你这样的这个音准跟拍子，你的拍子抓得很好。对，然后今天听到你的声音有表情，
对，所以觉得你在唱这样的歌都很适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有在网上有评他的这个歌声，就是李明阳大哥。那个切切的时候，所以我有注意到，你上首歌也是唱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往这个 slow rock 的这样的这个音乐进行。他声音很厚好像于天那种声音是很厚，对，很难得的啊。声就碎啊，声带很好，加油，好不好？加油！希望在半决赛可以看到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感恩，好。哇哦，这个10位歌手都已经演唱完毕，等一下呢，我会。这个报告一个分数最高的，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再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的赞助商太和慈健康水医的潘秀霞老师呀，他真的非常乐意送水给大家，好，所以大家 WhatsApp 进来938687783，好不好？38687783呀，同时呢，他也会送你们一个免费的课程，好不好？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的。那接下来最后呢，我们在说再见之前呢，报告最高分的这个参赛者之前，我请到我们的评判之一浩浩小弟弟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来，浩浩弟弟，谢谢建斌大哥，谢谢带来的歌曲《为你打拼》。线上的朋友，请给我们。感谢留言一下哦。嘿，爱你就是每日5年前，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可比上远的迄粒星，为你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顾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你可比上远的迄粒星。为你打拼，有时无惜生命。要顾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为你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顾你好命，你敢知影？我大，打拼为你打拼，为你打拼。谢谢浩浩跟琼芳为我们担任这个繁重的评判工作。好，那现在就要请你来宣布我们这场第2场复赛最高分的参赛者是谁？好的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复赛最高分的是我们的1号选手，恭喜！就是徐美传哈，是想起迄当时，
哇，其实我们平常哦，这个1号的选手都会特别紧张，对，都会特别会觉得那竟然我们今天也出乎意料，竟然是他演出的演绎的最好。他强在哪里？强在他的整体方面，然后在他加上他的歌声，然后他的选歌方面，这个很重要。是，对。好，那就是当然其他人哈也不是没有机会进入半决赛的哈，只是说我们每一场呢报告一个最高分而已哈。OK， 好，非常精彩的第2场复赛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第3场复赛不要错过哦。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我们全场的主持建明大哥，辛苦。